申请着市府文化局的社造经费，赤坎社区发展协会举办普渡公灯工作坊，这是台南市社区头摆举办。赤坎里面有20几间庙宇，然后刚好这次文化局的社造课程、社造计划，然后我们赤坎社区就去申请做一个技艺传承的一个计划，然后刚好第一堂课就是做普渡公灯的制作。普渡公灯种类真多，举办协会以布做材料，伫布面上彩画，写着各种吉祥的文字，完成的成品会当扎登去厝。普渡公灯上面有歌集，那有的会插香，它算是对于这个路过的一个敬意这样子。对，然后这一次用的这个方法，其实跟我们古早在使用的一个做的方式，其实大同小异。那本来这种普渡公灯本来就是各家各户自己有点 DIY 自己动手做，所以每一家每户做出来的方式形式都不太一样，然后每个地区做出来也都不太一样。有家长带着小朋友斗阵参加这个手作课程，除了家己动手制作，会当印象深刻，嘛会当学到台湾的传统文化。因为我们家的小朋友有热爱那个传统艺术，动手做，我觉得动手做小朋友就非常有印象。因为我喜欢这个东西，台湾的历史文化。传统社会伫农历7月初1开始，家家户户伫门口会点一拍地雷亚的高仔灯。其实这是几月特殊的习俗，目的是替好兄弟点一拍路灯指路。如今已经真罕见，透过工作坊的课程，让这项传统技艺会当传承。但是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